按多人講，你係理人很多，按為難的人，按痛苦嘅人，因為理人都係真實嘅人。嗱，但係我聖經9節家出希伯來書第12、13節有人講到，來自家揸門自家信任自家嘅盼望在上帝裡面，因為上帝창조本自家嘅前途卻天要做嘅。卻天一天佢答應本自家，嗱，所以自家揸門自家信任，在耶穌基督要卻天嘅盼望，在嘅希伯來書13:5一邊樣講到，因為到上帝講法，佢50병係切家，50講冇才切家，時常要嘅通才，嗱，到時家要上帝嘅一個天地，上帝嘅一個通才，上帝保佑切家，切家唔是講理人，行到乜嘅按白色都好，行到乜嘅按痛苦都好，切家揸滿切家嘅信心，對耶穌基督切家熱天得到嘅通才，帶切家去信理，帶切家去得勝，所以切家揸滿切家嘅信心，在耶穌基督就係切家係上帝。阿門。